求你賜你平安，真歡喜看到大家啊！感謝主啊，咱有一個安尼好嘅健康嘅身體啊，咱要學羅咱嘅上帝。咱先來領聖餐哦。我到我嘅厝啊，我有準備來面啊，面係嘅，有一種嘅罐啊，喺罐啊，反正就咱都咩都會食完啊，哦，所以。因為我人早起就領聖餐，了這個聖餐的餅，我人是買迄圓地上500錢的大利件的，所以因為人日日愛用愛做物件，人愛方便咯，方便咱家己，有時人，咁就人唔免人無做，人咪做分段做，因為要麻煩啊，所以領聖餐要緊哦。要緊，所以咱就盡量做嘅方便哦，咱家己。所以每日早起，未出門啊！我聽到祈禱領聖餐，才來出門啊！為咱能祈禱，免閣講啦，為咱嘅太太、咱嘅囝、咱嘅媽咱嘅兄弟、咱嘅姊妹，大家你嘅名，咱兄弟啊，8個兄弟啊，大家你阮念出來。咱誒主耶穌聽，主要人看重安款物件，人講出門愛平安，做物件愛順利，所以早幾日頂禮拜啦，我去做喙齒，伊辦喙齒嘅老闆我講，用我某甲我講啊，用恁家對成個紅嘅款啊。伊幾歲了，無路佫佇做工，佫佇拼感謝主上帝互人看顧人，有一個健康的身體，所以健康要緊。人講老了，哎呦，我佫去驗診嘛，即幫佫有馬說所以健康要緊，無管你老啊少年，有人比我佫較老，伊不用去驗診，所以感謝主啦健康物件順利，家庭平安，生意順利，囝兒做工讀冊，教了阮順利，這是感謝咱的主耶穌基督。所以我相信，咱每日早起，還是暗暝本我還未困，咱個求上帝保守咱好嘅困眠，早起食物件，上帝保護。也看咱嘅家庭嘅人、教會嘅人，甚至我嘅顧客工廠，一個阮念出來，工人、本地、我嘅老，伊嘅宿舍，咱阮祈禱，每日嚟祈禱，人講祈禱無名講安怎無名講？你兄弟遐幾個，你念出來個了，上帝聽，伊也無講，哎呦煩了咯，所以。我提醒大家要緊領聖餐，上帝保守要緊，所以咱準備咱嘅餅。保羅講，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耶穌被賣那夜拿起餅來，祝謝了就掰開說，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，你們要如此行，為的是要紀念我，紀念咱嘅主耶穌。為咱破碎嘅身體，伊會變傷，咱嘅病痛得到醫治，你保守看顧，咱來領受這個上帝主耶穌嘅身體。咱拿起咱來背，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，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，為的是要紀念。紀念主耶穌為人所流也保惠，我們每逢吃着餅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有等到他來，讓來喝這個杯，紀念主耶穌的保惠。今日的題目 ，No respect for God 無敬畏之心對待上帝。西番雅書
第2章第8節到11節。第8節，我聽見摩押人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，就是毀謗我的百姓。自己看大，自己福建的啊，自國自大啊，攻擊伊朗的境界，攻擊以色列的境界。第9節，因為安尼萬軍的耶和華以色列上帝講：我既然是我的，摩押必親像所多瑪，亞捫人必親像蛾摩拉。多變起草啊，起草那個起啊，草巴的起啊，鹽根就是那個鹽的窟啊，鹽的坑啊，永遠無路用的，變做無路用的地了。上帝啊，要消滅這個所在，因為摩押人啊、亞捫人讓得罪了上帝。我百姓剩下的啊，留落來要摕去讓的摩押人、亞捫人讓的財產啊，上帝百姓要拿去伊的物件了。我國內所留的，會要得到因的土地的罪孽啊，讓所留到的以色列人要拿起來養物件來做讓以色列人業產。第10節，因拄到這個代志，是因為因驕傲，自己看大來攻擊萬軍耶和華的百姓。摩押人啊、亞捫人讓攻擊了以色列人，上帝的百姓。11節，耶和華要對因顯出伊的靈力，上帝要顯出伊靈力了啊！因為伊要予世界的神列國真海島的百姓，大家佇伊的所在敬拜伊。上帝要出伊的靈力，等下我來解釋，大家了解。聖經西番雅書第2章第8節，在大這邊講起上帝愛審判摩押人甲亞捫人，因為啥物事呢？上帝信息和這個先知啊，先知西番雅講啥物？第8節，我聽見摩押人的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，就是毀謗我的百姓，自己看大自己啊！上帝講，我聽到摩押人甲亞捫人用辱罵罵上帝的百姓，了我讓自己看大自己，後來啊，攻擊伊朗的境界。我讓摩押人瞻仰的所在，為什麼上帝安尼起哄摩押人跟亞捫人呢？摩押人責備以色列人，亞捫人就辱罵神的百姓，亞捫人罵上帝的百姓，自國自大，後來呢又攻擊以色列的境界，攻擊以色列一樣的所在。這個人貪輕甲侮辱上帝的百姓，這個人做了上帝起哄，因為伊人暗示上帝起哄，因為伊人都對拜偶像。第9節，因為安尼萬軍的耶和華以色列上帝講：我既然是我的，摩押人必親像所多瑪，亞捫人必像蛾摩拉。咱會記講所多瑪甲蛾摩拉，所多瑪蛾摩拉，上帝愛消滅這所在，因為伊人拜偶像。上帝講：我既然是我的，摩押人要親像所多瑪、
要么你要亲像俄摩拉要掉消灭，都变为凄草啊！上帝讲啊，这索多玛、俄摩拉那邊伊要消滅，變做凄草的，栽種阮栽袂起啊，有本是迄個刺、迄個長刺、凄草個了，然後變做鹽根啊，即個迄個叫咩？鹽的窟啦，迄個所在，阮變無路用的地了。上帝阮講這裡，講這俄摩拉索多瑪，特別就是摩押人啊，上帝講，摩押人必像索多瑪。有些人說，有人講，古早舊的所在，這索多瑪是大多羅咧，無如去蝦米所在。有人講是大以色列迄個一個叫咩歷史啊，死海位啊，我伊水，伊是第一個啦，世界第一個所在，伊水流落去了，就流袂出，因為伊過頭價了所在，所以水流落去，日頭拍久來就變鹽，伊個所在就愈來愈鹹咯。我人去以色列應該有10幾年咯，12年才有我人去過以色列，我人去收伊個水，特別就是講，人講水真鹹啊。尤其買條目睭，人個受水啊，頭也講講，狗咧也講講，望去條水，驚入水啊，目睭啊，我看到就看阿無人，我收迄邊卡落去哦，阮去收，哦又奇怪，我看了就真驚，所以運用阮的事，我過去了，伊個情形是安尼款，所以袂怪聖經講，這個要變這所在要變凄草的所在，長活袂起。這所在就活死海啊，歷史位，伊水真鹹，所以聖經講，這所在要變做一個鹽的坑、鹽的坑啊！我百姓剩下的存落來，要野羊的財產、羊的物件。我國內所留的，會要得到因的土地作業，讓要野來做，讓業產咯。以色列人要野所在。第10節，因拄到的代志是因叫我，上帝講因叫迄個人，這個叫咩摩押人啊，亞捫人因叫我，因怎？家己看大來攻擊萬軍耶和華的百姓。哇！像你前面講上帝安尼聽人應該攻擊上帝的百姓，上帝安尼起哄。第10節講，啥物事？上帝愛消滅這惡的陳設，因為應叫我誹謗，自誇自大，攻擊萬軍耶和華的百姓。這一陣，耶和華要對因顯出伊的能力。耶穌講伊要顯出伊的能力，互人看了，因為伊要予世界的神、列國、眾海島的百姓，大家佇伊的所在要敬拜伊，會講起。聖經講，上帝要予這世界的神，就是咱世界的神，迄魔鬼還沒樣拜的神，列國眾海島，海島就是講無論還沒多啊，別人的島啦，還是還沒島個了，還是迄邊的金秀，還是還沒，人到了本來來敬拜上帝。這一節講，上帝愛表明伊的能力。世界的人的神對上帝無半項，所以無半項加將不定啊！列國的眾海島的百姓，大蝦米無管你大蝦米島，大布拉檳榔也好，布拉迪古斯也好，加了本是要來敬拜主耶穌上帝，主耶穌。大家佇伊的所在，大家所在要來敬拜伊，無論蝦米海島別人
頭我講嘅檳榔會多啊，還是製造會多啊，還是布勞迪古斯啊，蝦米個了啊？他們只會講布勞迪古斯啊。古早我坐上班啊，檳榔當中都講游泳公會，游泳公會後尾一粒刀，樣叫布勞迪古斯。我講坐我一個同事啊，樣伊個樣掠刺了，我坐上班，到迄邊大關仔角來迄個阿摩路迄邊，坐上班坐到迄邊布勞迪古斯，迄個中華游泳公會迄邊後尾一粒刀。我會記啊，伊過了華上班，你小弟就看馬肚啊，看馬肚看到，你講是假的，就馬應該是假的是馬肚個，咱就會記啊。所以嚟講，樣你特別看咯，我那弄破弄掉啊，以前啊破空，你就大喺邊啊，大喺邊啊，然後等人來救。你講無咧叫伊朗馬斯來救啊！然後聖經講，無論你到蝦米島，到迄邊，攏要來敬拜伊。頭媽講了，即個摩亞人甲即個嗰隻名阿摩奈啥，一人是追咧。摩亞人甲亞門人啊。就是羅德的後代啊，伊嘅子孫嚟。創世記12章第1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講：你就離開本地本族老爸嘅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嘅地。咱跳第4節，亞伯蘭照耶和華吩咐嘅話就去，羅德也甲伊去。亞伯蘭出合蘭也是75歲。第5節，亞伯蘭帶伊個某，帶伊個某啊，撒來，甲伊個孫啊，羅德，伊給伊個佇合蘭所收到伊個生命收到物件，伊財物拿去，甲一個伊所得到嘅人口，攏帶出去。要去迦南地，因就到迦南地。第6節，亞伯蘭經過迄個地，到佇示劍嘅所在，到摩利嘅上處。迄時迦南族要得大，迦南地人迦南族阮大迄邊。第7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出現講：我要將即個地賞賜你嘅後裔。咱過來看。我要將這個地賞賜予你的後代。伊就佇遐為着對伊出現的耶和華起了一個座壇，一個壇。第1節講，上帝對亞伯蘭講：你就離開本地本族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跳第4節，亞伯蘭照耶和華吩咐的話就去，羅德也甲伊去，到這邊羅德的名出現了。亞伯蘭出合蘭也是75歲。第5節，亞伯蘭帶伊個某撒來，佮帶伊個孫仔羅德，佮舉伊個生命物件大哈蘭的位，因就到迦南地，到摩利的上處。迄時迦南族也大迦南族阮大迄邊。第5節講亞伯蘭甲羅德就住佇迦南地啊。亞伯蘭的牛、伊個銀、伊個金就真多了。亞伯蘭甲亞伯蘭的甲伊個羅德的有牛啊，有牛群、羊群、帳篷，搞了本真正濟了。迄個地就無夠互人用了，無夠地用了，因為人
財物甚多，讓嘅教會讓物件歸到這了，使他們不能同居啊，讓無夠所在係讓大了上濟人了。咱看第60個第70做一回，亞伯蘭經過迄個地，到佇示劍嘅所在，到摩利嘅上樹，迄時迦南族也住到迄邊。第70耶和華對亞伯蘭出現講：我要將迄個地賞賜你嘅後裔。伊就佇遐為着對伊出現嘅耶和華起了一個座壇啊，一個壇。第70那時迄個點聲，迦南嘅人甲比利時嘅人住迄邊，住迄邊。要不然呢？葉牧人啊，葉牧人甲羅德嘅牧人就壓落啦，相爭了，因為所在無夠了。養奴嘅人就有累了，有累了，了有真正濟牛啦、牛啦、駱駝啊，是安尼。了他養奴咧，迄個所在無夠養用了，所以亞伯蘭就提議一個辦法來解決。伊甲羅德講，咱需要來分開，避免咱嘅家己人子孫加落。伊就講，伊甲羅德講，你會使揀迄個地，你自家嘅地，剩嘅我贏。所以咱捌讀過講，伊甲羅德講，伊看落去，你若揀東嘅，我就揀西；若揀西，我揀東。羅德看出去，看到約旦平地，伊看到約旦啊，做人位，看到迄平地安尼水，安尼青，伊長安尼青，佫有水，伊佫肥，佫有水，就是迄個索多瑪甲蛾摩拉嘅所在。所以羅德就揀這個所在，就是約旦嘅所在。伊看迄邊較水，了亞伯蘭就贏另外嗰一邊嘅地，就是迦南全地。亞伯蘭贏是迦南全地，雖然伊地可能無安尼肥，但是本是真正大本啊。所以安尼款呢，把它分開咧，來個人來發展，就會這個不需要壓落咯，免擱再壓落咯。所以亞伯蘭安尼款，伊看伊真正謙卑啊，伊是大輩嘛，羅德是伊個哥嘅囝來。然後你看，咱看到亞伯蘭伊真正謙卑，佫大量，伊互羅德揀你愛所在，剩嘅我較贏。安尼款呢，羅德就揀這個地，索多瑪、蛾摩拉迄邊，了就是，但是伊樣犯罪，羅德伊嘅子孫樣犯罪，樣敬拜樣崇拜偶像，上帝無歡喜，過後上帝就消滅這個所在啦，因為樣犯罪，上帝就消滅這個所在啦。迄個索多瑪、蛾摩拉，當時亞伯蘭伊個地稱為成個聖經講嘅亞伯蘭地，成個聖經講嘅就是這個應許之地啊。聖經講亞伯蘭嘅上帝應允呢，好如應許之地，就是上帝賞賜亞伯蘭伊個子孫，就是以色列人。在這邊經文安怎講，咱
合适着虾米？咱人看到即个亚伯蘭甲羅德得到的物件，即个人，即个无相人有无相的结果，亚伯蘭的所做的，伊結果安怎？羅德所做的結果安怎？羅德會得到消滅，上帝消滅伊所在，伊地。但是亞伯蘭伊地成為應許之地，上帝祝福伊，祝福亞伯蘭，也是上帝的約啊，上帝的約對上帝的百姓，因為咱的上帝百姓就是亞伯蘭的子孫。所以上帝的意思，上帝的做法，甲伊的祝福是真正要緊的，對咱真要緊的。比咱的思想，咱人的思想較好，所以上帝的思想真係是較好，伊祝福，咱緊伊祝福。有時無相款的，無相對啊。伊講毋是無相地，誒土地無好，是迄個人過迄個地的人無好。聖經講即個羅德伊的後代人犯罪，上帝亞伯蘭是將地好嘅予亞伯蘭，亞伯蘭咧就揀地好嘅。更加重要就是上帝的想法，上帝的想法，上帝小做咱智慧啊、智慧。起初上帝已經答應亞伯拉罕啊，所以亞伯拉罕的工作咧是啥物？就是聽上帝愛做啥物，伊照做。上帝愛咱做啥物，咱照做就對了。無難考，照做呢，照對。古早我人去以色列，伊個導遊講，伊攏坐你巴士，你看出去頭前，你看那青青的所在咧，迄個地咧，青青就是以色列地。看到迄個紅土無髒無咩，迄就是毋是以色列地。因為以色列人用真夠，用做水清啦，用牽水的路啊，咪個了。數水嘅惡化惡髒，用真正夠。大迄邊時，我本身看到，大迄邊時，我看到伊個導遊講坐巴士過，講你看這個啥水線呢？伊 irrigation， 伊是湖位啊，咱政府有做數水啦、砍擺啦，等下咱嘅 BBA 第一萬元啊，咧砍擺咪個了，上來熱所以就講，所以講了，我人去花園看到花園啊，10幾年前，我看到伊花園位，無人惡髒的，看到伊擺啊，看啲塗骹位，點聲夠，我看伊用銅的擺，佢未成身啊，然後點聲夠開水，我看到伊髒就真係水了。實在亞伯蘭啊，伊安阮提起甲羅德，伊講。提起按阮的辦法，本是真正好本啦，雙贏啦，所以伊的辦法本是袂歹啦，不然伊相信上帝的應許，所以伊就讓羅德揀，揀就是落落揀所在，伊大量所以咱知，我咱看了亞伯蘭伊即肯伊的榜樣啊，有時咱愛滿足啦上帝話咱阿咩，咱愛滿足，咪講要求這個要求嗰個，埋怨上帝，按照這個人，坐阮的車，我坐咪車，有人比咱個慘過啦，人講，有時工人也是外口人講，伊講我壓力，你咪壓力啊，咪壓力坐摩托，坐摩托冇壓力啊，我搭架車啦，我壓力啊，坐巴士。
无咁行路咯。所以咱人爱满足咯。第要紧啊，咱要敬畏上帝，莫讲违反甲上帝对象啊。上帝有伊家己的旨意啊，上帝有伊的点声啊。因为索多玛甲蛾摩拉因犯罪，上帝就消灭这两个城市。要不然为罗德甲伊的家庭祈祷啊，要不然真大量啊，因为上帝要消灭索多玛蛾摩拉，要不然个为罗德伊家庭祈祷。这边咱看到要不然啊，伊有对上帝有信心，如果大量伊谈到上帝就好。我做结论啊，到这边咱对经文咱学到下面，咱看到要不然哪里比喻啊？要不然地甲罗德的地，无相人无相的结果啊。罗德伊的地得到消灭，但是要不然伊的地成为上帝答应的应许之地。上帝有伊家己的旨意，上帝有伊的点声。上帝少数互咱智慧wisdom 啊，要不然相信啊，伊的信心对上帝，伊谈到上帝就好。有人来讲，人问讲，这以色列的地是虾米人的？创世纪12章第7节，他妈人读的。耶和华对亚伯兰出现讲，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予你的后裔。我分享到这边，感谢。